伊朗俾人哋打到阿媽都認唔到，連最高點咒都俾人懟冧咗。好多人以為伊朗離中國好遠，冇咩關係，甚至覺得佢同委內瑞拉一樣，只係一個反美資源國。其實唔係，委內瑞拉咧就得資源，但伊朗係揸住全球經濟命門，目而目切海峽。今日我哋就深度拆解點解伊朗係中東最後一嚿硬骨頭，佢嘅內部困局係乜嘢？伊朗一旦出咗事，對中國嘅影響有幾大？同埋我哋一早就佈好嘅後手。從地緣戰略嚟睇，伊朗嘅位置極之關鍵，就好似一把鉗咁夾實波斯灣出口，目而目切海峽。中國咧作為全世界工廠資源進口大國，所需巴西嘅大豆、歐洲鐵礦石，特別係中東石油，絕大部分都要經呢條水道運翻嚟。有人話佢話唔得，仲有中歐班列陸上管道啊嘛。你要認清一個現實，陸權同海權比係好脆弱，鐵路管道只係地圖上一條線，大國一衝突，幾架無人機、幾粒導彈，幾分鐘就炸斷，收翻嚟要幾個月甚至幾年時間，容錯率極低。但海運完全唔同，大海冇得炸，船隻被炸咧可以兜路，運量大又難切斷，係全球化經濟嘅大動脈。一旦伊朗頂唔住，目而目切海峽落入西方嘅控制，佢哋唔使宣戰，唔使全面封鎖，只需要借住地區安全嚟檢查，扣你嘅船幾個月就可以切斷中國嘅供應鏈。呢個係全世界油發伊朗、沙特嘅石油全部都要經呢度，一旦受阻，中國工廠停產，車冇油用，後果真係唔敢諗。再講翻伊朗本身，點解佢夠膽同西方硬頂，做中東反美嘅大頭人？根源係歷史原因。伊朗古時候稱波斯，幾千年以嚟都係中東嘅霸主，呢種大國心態令到佢好難好似沙特、阿聯酋咁樣貼埋西方。上世紀20年代、70年代，巴列維王朝推行世俗化改革，學人哋西方搞白色革命，令伊朗成為亞洲前3工業強國，建立好完整嘅工業體系。呢個亦都係伊朗可以做導彈、無人機，甚至發展核設施嘅基礎。工程師同埋產業鏈喺中東係獨一份。但巴列維王朝貪腐嚴重，貧富差距極大，有過度親美，引發民族主義反彈。1979年，霍梅尼帶住宗教勢力上台，霍梅尼政權合法性就係嚟自反美、反西方。呢個注定咗伊朗同西方係冇可能真正和解，一和解政權就失去法理基礎。為咗鞏固政權，霍梅尼仲發動咗2次伊朗戰爭，借住戰爭清洗國內嘅反動派，掌握軍隊，團結民眾。而家伊朗經濟一塌糊塗，貨幣貶值，民怨極大。核心問題就係內部治理出咗事情。3分呢係因為西方制裁，7分呢係因為自身體制嘅毛病。鳩斯集團、革命衛隊同埋世俗政府形成利益三角。鳩斯集團掌握宗教話語權，控制大量免稅優質資產；革命衛隊掌握軍隊又做生意，壟斷港口、走私等等合生領域。世俗政府負責民生，但係冇錢冇權，淨係識得印銀紙，最終引發惡性通脹同埋民眾抗議。千祈唔好以為伊朗冧唔冧冇乜所謂，對中國嚟講呢個係巨大嘅戰略制壓。好在中國一早咧就佈咗3大後手，確保極端情況之下都可以掌握主動權。第一個後手，能源通道陸權突圍，陸運雖然係脆弱，但可以兜開美國海上封鎖，喺關鍵時刻嘅保命符。呢幾年我哋全力推進中巴經濟走廊，一旦波斯灣出咗事，中東石油可以經瓜地爾港上岸，用管道同埋鐵路運去新疆。另外，中緬油氣管道、中俄同埋中亞嘅天然管道，平時成本高，效率低，但確實係兜去海上死結嘅後備通道。第二個後手，貨幣結算獨立建網。如果伊朗倒向西方，石油美元只會更加穩固。所以我哋全力推動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，多國央行數字貨幣橋，同沙特、阿聯酋等等國家簽呢個本幣互換協議，構建石油人民幣黃金新生國。就算伊朗出現變數，只要呢套支付網絡仲喺度，就唔驚美國會切斷資金流。第三個後手，地緣政治合縱連橫，中國促成沙特伊朗和解，打破美國挑撥離間、坐收漁利嘅離岸平衡策略，拉伊朗入常合組織，帶沙特、阿聯酋入金磚，幫伊朗做政治增信。當伊朗成為新興經濟陣營一員，西方喐佢嘅成本就會升到好高。中國咧就唔想伊朗倒下，但亦都唔會將個國運寄託喺人哋身上，打通陸路通道，建立貨幣網絡，外交合縱連橫。呢啲行動都話俾全世界知，我哋有能力應對任何斷供同埋圍堵。最後講句，手中有糧，心中唔慌；手中有劍，方能止戰。